还是来关心婚姻馆有一个33岁姓杜的查甫人，因为金钱纠纷，甲老爸姓刘的当机人冤家，昨伫厝内点酒经过引起大火，烧死3个人。检方即马认为伊有盗墓的疑虑，向法院申请羁押，嘛已经放受押。 15透早3点外，消防车赶到火灾现场，火已经规拢炭开。现场救出56岁姓杜的查甫人，20岁姓吴的女子，加4岁姓刘的查甫囡仔，3个人拢无生命现象，送去病院也是救不大。现场中可以看到火势相当大哦，因为在车上哦，这个货车上有瓦斯桶一个了哈。 另外，在这个骑楼下有4桶瓦斯桶，所以整个火势是相当大。因妈妈吼，甲伊个情人囝吼，就想命啊，你知？吵架。袂点外钟啊啦，因厝边啊讲到7点外，袂到9点外，啊，即马9点外可能想要开疑似啦，咱嘛唔敢确认啦。 火警发生伫个岛南町8明里这间名体，当地里长讲，普通时是姓杜的查甫人，一个甲伊同居的姓刘的女子，一个因家己分别的囡仔，总共5个人带做伙。14暗有听到冤家的声音，15透早3点外就导火。姓刘的女子走出来化救人，姓杜的查甫人以33岁后生放火了后逃走。 相关的情形，等我们做完详细的报道，再由地检署统一跟大家说明。姓杜的嫌犯开车逃走，警方用车抓人，5点钟久了，甲人抓到。检警调查发现，姓杜的查甫人甲姓刘的女子因为金钱的纠纷冤家。姓杜的查甫人伫咧厝内判酒精锅放火出去，造成伊的老爸等3个人死亡。警方依照杀害直系血亲准亲属等罪，移送婚姻地检署侦办。事后认为伊有盗墓之余，向法院声押核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